我来看台中流川即马正咧做水环境改善的工程，有一个工人指控讲，伊伫咧工地跋倒，去互钢筋拄着伤，要叫救护车煞去用阻挡，而且工地嘛无通报职业灾害，甚至伊阁去互公司洗头路。落尾手伊个还阁发现讲，这间公司根本无甲伊保劳健保，所以来到检处会去工地检查，嘛要来理清伊劳健保的代志。就报价咧，大型的机械员继续动工，边仔也有工人准备甲石头装入去太空包内底。这是台中市政府正伫进行的流川水环境改善计划第3期的工程。不过，其中一个工人出面讲，伊顶个月29伫工地内底无细哩，摔入去水渠内底，尻川配合这个钢筋插着伤。工地主任却是阻止敲电话叫救护车送病院，也无依照规定通报职业灾害。就是钢筋插落，因为拨落一定是钢筋拄着的嘛，一定插落的嘛。我那可能那个青蛙装会破的。阮当初就是迄个搞洞啊，内底迄个庄主任嘛搞洞讲，哦，你若叫救护车，工程就得停工的啦。魏先生讲，前一个人力公司请伊去做临时工到流川工地工作，不过受伤了后，工程公司就甲伊辞掉。伊12月7日到劳保局去查，才发现人力公司无甲伊保劳保。不过人力公司解释讲，有替魏先生保这个劳工职业灾害险。有跟他投保职业灾害险，对他就职这段时间有保。我受伤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他的工地那边是叫他不要再去那个工地啊，所以他也没有来我这边报到了。该案雇主未依规定通报，劳工局劳检处将派员实施职业灾害检查。劳检署讲，若发现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会处代票3万以上30万以下罚款，并且要求停工改善。劳工局是讲，就算是一天的临时工，头家也必须甲伊保劳健保。除非是讲已经领老年的给付，也是65岁进前无劳保的记录。这个案件，而且劳动部、劳保局也佮卫福部健保局来调查采取，维护劳工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